挖呀挖呀挖的旋律被改编成无烟版本，这是安南国中所拍摄的烟兵防治短片，透过阎王殿的审判，让死者自白生前的不良生活习惯，引导观众检视自己的生活作息对健康的损害。我演的是阎罗王，然后就是要传递一些健康的知识，然后像是什么槟榔会致癌啊，可能会有口腔癌什么的。在创作剧本之前，就会引导学生去收集跟烟害相关的认知，所以他们就会有些东西会觉得很讶异，原来烟害跟槟榔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危害是这么大，所以他们自己在拍戏的过程，年轻人他会放上去他们流行的元素，对，然后在拍的时候过程其实他们都很开心。影片中加入流行的短影音素材，融入新闻报道手法，将健康观念编写成朗朗上口的歌词，让观众加深对戒烟、拒绝槟榔的观念。有学生就分享，家里人看完这段影片后，也开始改掉坏习惯。家人们都有在讲说，这样子其实对身体不是很好，然后希望，因为也是就是年纪比较大的，然后所以就希望这样比较健康一点。这支影片让安南国中在教育部国教署的短片竞赛中获得全国特优，这也是耳濡蝉联，相当不简单，激发学生创意，用影像的力量倡议烟害防治议题。教育局也表示肯定，在全国里面，我们安南国中的表现都看得到，而且最厉害是从107学年度就参加到现在。那大家都知道，因为依照烟害防治法112年的新修正规定，第17条，如果现在的这个防治烟害的年龄已经上修，到20岁。烟害防治法规范各级学校全面禁烟，教育局持续宣导，强化学生拒烟的知识，市府也会扩大禁烟场所，透过法令规范守护全民健康。记者周怀谈的报道。